同學們，今日我哋一齊了解市場營銷中嘅3個重要步驟：市場區隔、鎖定目標市場以及定位。呢3個步驟幫助企業更有效咁揾到自己嘅顧客，並建立清晰嘅市場形象。第一步係市場區隔，意思係把成個市場劃分成較細小嘅消費者群組，亦即係我哋常講嘅市場組別。每個組別裏邊嘅消費者有相似嘅需要、興趣或者購買習慣。一般嚟講，有4種主要嘅市場區隔基礎，分別係地理區隔、人口區隔、心理區隔同埋行為區隔。第二步係鎖定目標市場，企業會先評估唔同市場組別嘅吸引力，例如規模、利潤、競爭程度、企業自身嘅目標同埋能力等，再挑選一個或數個組別作為佢哋嘅目標市場啦。咁就係企業決定想服務邊個嘅過程。第三步係定位。定位嘅重點係俾企業喺顧客心中建立一個清晰獨特嘅位置。呢個過程包括3個小步驟。首先，認定可行嘅競爭優勢。企業需要審視下自己同競爭對手喺邊方面有差異，包括產品、服務、人員、渠道及形象方面嘅差異。企業就係利用呢啲差異喺競爭對手之間凸顯自己。咁選擇到最合適嘅競爭優勢之後，企業就可以同其他品牌區分開嚟。咁就係企業嘅定位。最後撰寫定位陳述並傳達定位，透過廣告、品牌形象或者宣傳，將呢個清晰信息傳遞俾目標消費者。總結嚟講，呢3個步驟讓企業由了解市場開始，再到選定顧客，最後建立品牌形象，從而喺競爭激烈嘅市場中脫穎而出。